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，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。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講故事。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，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。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，即刻撳個訂閱。中意呢類型內容，記得撳埋點讚、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，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！今日我哋會分析香港跨國綜合企業長和，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會幫襯過佢。長和係一間業務同地域都極度多元化嘅全球綜合企業巨頭，當前策略聚焦於透過出售資產來釋放價值、強化財務，而四大核心業務則提供穩定現金流。公司前景嘅關鍵，睇佢一系列資產處置交易能否順利推進，但同時又要留意監管同競爭風險。首先，核心業務方面，四大支柱撐起全球帝國。長和嘅業務遍佈全球超過50個國家，主要靠4個部門運營，有效分散風險。第一個核心業務係最大收入來源嘅零售業務。根據2025年全年數據，零售業務收入佔總收入超過52%，係集團最大收入支柱。旗下屈臣氏集團係全球最大國際保健美容零售商之一，在全球31個市場擁有超過17萬間店鋪。於2025年零售收入增長10%，稅前利潤增長12%，主要受歐洲及亞洲業務改善驅動，但中國市場表現疲軟。第二個核心業務係電信業務，2025年收入佔比約24%，係第二大收入來源，其中歐洲集團係主要貢獻者，近期亦都有重大動作。公司已經簽訂協議，出售其持有嘅英國合資公司 Vodafone 3 49%嘅權益，交易代價為43億英鎊，預計2026年下半年完成，預計產生約億英鎊收益。呢個交易被視為強化財務、套現價值嘅關鍵一步。出售之後，集團淨負債比率有望進一步下降。第三個核心業務係港口及相關服務業務，具護城河嘅穩定貢獻。2025年收入佔比約13%，該部門處理全球集裝箱吞吐量約10%，憑借規模優勢享有護城河。2025年吞吐量達9000萬標準箱，收入及稅前利潤均增長8%。而呢個核心業務近期潛在變動，公司之前有計劃出售非中國港口資產，但面臨監管審查等風險。第四個核心業務係基建業務。收入佔比相對較少，但透過持有長江基建嘅權益，提供穩定經常性收入。集團亦在出售英國電網等資產。現時公司整體財務表現穩健盈利，積極套現。2025年全年業績收入為2800億港元，撇除英國電信合併產生嘅一次性非現金虧損後，股東應佔基礎溢利為222億港元，同比增長7%，基礎每股盈利5.82港元。但報告溢利因一次性虧損降至118億港元，財務狀況大幅改善，淨負債對總資本淨額比率由2024年底嘅16%改善至2025年底嘅約14%，為2001年以來最穩健水平。現金及流動投資增至1513億港元，若計及資產出售，估計淨負債比率可進一步降至7%左右。輪到大家最關注派息表現，係2025年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.602港元，全年股息合共2.312港元，同比增長5%，派息比率約40%。公司前景展望着重於資產重組，驅動價值重估，核心價值釋放催化劑。Vodafone 3出售預計2026年下半年完成，直接帶來43億英鎊回流，顯著增強財務靈活性。其他潛在資產處置包括港口資產剝離、零售業務屈臣氏嘅潛在 IPO 以及進一步電信資產整合。若這些潛在交易能盡快落實，將進一步增強投資價值。另外，基建資產出售，英國電網嘅出售預期於2026年6月完成，將帶來重大現金收益。從業務前景嚟講，多元化優勢、業務與地域多元組合，在宏觀不明朗下提供韌性。管理層策略明確為釋放資產價值，同時強化財務狀況，但係同時亦都要留意風險，例如監管與執行風險、港口出售計劃面臨嚴格審查，以及核心市場競爭。歐洲電信和中國零售市場價格競爭激烈，壓制利潤率。整體嚟講，長和作為業務遍佈全球嘅綜合企業，其零售、電信、港口、基建四大板塊構成穩健收入基礎。
當前公司正處於一個積極嘅資產重組週期，財務狀況已顯著改善，負債率降至歷史低位，現金充裕。最後，希望以上分析能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長和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務必審慎選股。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。最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，仲有撳埋鐘仔啊！我哋下次片再見，拜拜。